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華女 Micky。咁呢一期咧，同大家介紹一款平板電腦，係呢款靚機嚟㗎。呢款係 Lenovo 嘅呢款你大家 Lenovo 都知㗎啦，專業係做嗰啲筆記本啊、平板電腦嘅。呢款都佢做嘅質素都非常之高階嘅。咁呢一款咧，同大家介紹呢款嘅尺寸咧就係12.1寸。咁呢款咧個係磨砂面嚟嘅。咁第一啫，我哋睇嗰陣時，佢就唔會話有時夜晚啊，有屋企有開燈嗰陣時會反光咁樣嘅。呢一部係比較唔錯，睇都比較舒服，同埋唔會有手指紋咯。係咪呢部咧俾大家睇下？呢部咧佢嘅分別率咧就係2560×1600嘅分別率，即係有2.5K 嘅質素嘅，即係比嗰啲1080仲高階嘅啫。咁樣，同埋咁呢款咧，我哋睇下佢嘅你嘅分辨率非常之靚，你睇。然之後咧，我哋呢度你睇下，你睇流暢度非常之好嘅。同埋呢部咧，我睇下佢嘅設置。咁呢款嘅話，你睇佢係呢部佢嘅設置嚟睇睇。呢款嘅話，佢嘅處理器係天璣6400個芯片處理器，然之後個係8+128係8GB RAM，然之後佢個儲存量係128G，然之後佢係 Android 15嘅版本，然之後佢呢部咧佢係支持面容解鎖，同埋可以密碼解鎖都得，佢嘅面容解鎖非常之快嘅，靈敏度非常之高，然之後咧呢部咧佢嘅厚度咧佢係6.29mm，部成部機嘅重量係530G 個重量。即係好輕身嘅，攞係好舒服嘅，即係唔話好攰。然之後咧，你睇下呢部佢係1、2、3、4呢個咧，睇下係杜比全景嘅音效嚟㗎，非常之靚。即係譬如話你睇緊戲或者睇緊直播嘅聲音都非常之靚㗎。好啦，我哋買到呢部機嘅，我會同大家裝埋呢個我哋嘅 Panda Box 呢個 Apps 會裝到呢部機入邊。呢部機嘅話，佢係即係一個 App 就可以睇晒即係現在台。粵語嘅英超同埋全球嘅直播台，N 加 D 加，包括啲最新韓劇啊、大陸劇啊、短劇啊，呢啲全部都有，同埋有一個星期嘅直播台回看都有。我同大家試一試先嚇。咁呢度咧，我哋大家睇，我哋呢度咧佢係可以即係呢度俾大家睇。去睇不同國家嘅直播台都有，大陸台又有，全部都有，係啦。然之後咧會對埋呢度咧有埋電影、劇集、全綜藝、粵曲，全部都有。咁我哋呢度咧有個新功能咧，大家睇下呢個用粵語語音搜尋就可以搜尋到啦。大家睇下新聞女王，而家即刻我就跳出嚟。速度係非常之快嘅，絕命法官，即刻就去有粵語啊、國語都有，中年好聲音，你睇全部都可以走得出嚟，好快嘅，物語遊戲。即刻就可以走出嚟啦！即係譬如話呢部，即係話你用嚟揾戲啊，依家就好方便咯。佢都支持即係普通話、英語或者粵語語音搜尋嘅。同埋咧，我哋呢部你睇下，仲有歷史記錄啊，然之後啲綜藝啊、粵曲啊呢啲全部都可以，即係一家大細，小朋友又可以用，大人可以用，呢度全部都有。啲戲日日都喺度更新。就咁樣，然之後咧呢部咧就有得一個星期回看，最緊要就係呢個，依家方便咧，老人家你又好，小朋友好，玩戲都非常之好啦，就咁樣。然之後咧睇又好舒服，又唔反光我，你睇下我呢度喺側邊睇，你睇又唔會反光，好靚咯呢部，速度又咁樣好快，你睇。呢部咧佢係支持分屏㗎，你可以一邊睇緊直播，一邊睇緊戲，或者一邊做緊辦公都得嘅，佢唔影響嘅。呢邊做緊譬如話睇緊 email 啊，做緊 office 辦公啊，呢邊我哋可以睇下戲啊，又可以或者睇下現在台直播啊，呢啲全部都可以，非常之方便咯呢一部。
最緊要咧呢部我哋裝埋會同大家裝埋呢個即係 Pindabook 呢個 Apps 裝到呢入邊咧係可以包睇3年好穩定嘅。然之後咧即係話後台即係呢度一係啊全部都會更新，現在台啊呢度都非常之穩定，即係唔會話睇下就睇唔到呢邊咁樣，好方便。即係呢部佢有埋啦，即係呢度有嘅而家全部都有晒，即係有埋盒子嘅功能全部都有晒。最緊要穩定，唔會啊 upgrade 又睇唔到。呢個嘅話可以睇3年，好穩定，係啊就咁樣。大家中意嘅話可以過嚟買咯呢一部，同埋個尺寸又啱啱好。然之後咧呢部咧我睇大家睇，我可以轉過嚟又得，我哋打橫又得。然之後最緊要配置高，個高測度啊非常之快嘅呢一部。好啦，呢款咁靚嘅機有咪內置咁穩定嘅盒子功能？呢部俾到大家嘅係呢個價錢1280，會包埋 Pindabook 嘅盒子嗰個軟件入邊，包睇3年，唔使轉 app， 好穩定。大家中意可以過嚟買啊！落嚟咧同大家介紹我哋呢款一直賣得好好嘅 Pindabook 呢款。呢一款咧依家有增加咗啲新功能嘅，同埋呢部咧依家有2種。第一咧，如果1拖1嘅，俾到大家係580蚊，可以睇3年。咁咧我哋依家有多個可以1拖2，即係話可以拖一份設備，即係買呢部機會拖可以即係多一份，即係可以喺你自己嘅平板電腦啊，或者係手機啊，或者係嗰啲遊戲掌機啊、投影儀啊，只要 Android 系統全部都支援嘅。你如果1拖2嘅話，可以俾到大家係呢個價錢，佢係獨立嘅，即係話你個Pindabook 你喺屋企睇緊直播，咁你個手機喺出邊可以睇緊，即係話電影啊，佢係唔衝突嘅，會一拖2睇嘅嘢全部都係 Pindabook 呢個，就會裝多個手機版俾到大家，或者係掌機嗰啲都得，就係呢個價錢780蚊，一樣全部可以睇到3年。係唔需要轉機或者轉 app 咁樣嘅，好穩定。呢部機有個好勁嘅語音搜尋，我同大家試下嚇。新聞女王，即刻就可以走出嚟啦！呢度中年好聲音。全部都可以走出嚟，即係你想玩啲乜嘢戲啊、粵語啊、粵語搜尋好方便。你玩戲、睇戲、睇電影都係好方便，包括綜藝啲全部都要玩乜嘢用粵語就可以搜尋到㗎啦，好方便。即係你屋企爸爸媽媽啊、自己啊、小朋友用都係好方便嘅。仲有咧呢度咧可以咁樣講，華強北華女 ，OK？ 呢個係我自己嘅 channel 嚟㗎，大家歡迎訂閱一下嚇。你想搜尋乜嘢，直接就可以用語音啦，好方便。我哋呢度咧，佢個語音 YouTube 同埋我哋呢個 Pindabook 嘅 Apps 咧，佢個語音係分開嘅。即係話你直接喺呢個我哋嘅 Pindabook 入邊嘅揾戲啊、電影啊、綜藝啊，直接用粵語語音搜尋，或者用普通話、英文都支持。同埋另外即係 YouTube 啊，你有語音全部都得㗎，好方便，簡單易用。你喺呢度睇，簡單易用。最緊要咧，其實盒子嘅話，大家就係好關心穩定嘅問題啦。我哋呢部機就係穩定性好，同埋可以買呢部機就可以3年唔使換機，一個 app 就搞掂晒所有。可以睇 YouTube 啊、現在台啊、N 加 D 加啊、回看台，你想睇嘅嘢全部都有。同埋咧，依家就係多咗1拖2。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，都譬如之前買過啲朋友咧買過嘅。大家可以嚟私信我，即係我可以教到大家咧，可以點依家即係1拖2又得，或者係嗰個語音教大家點使用都 OK。歡迎大家嚟加我微信嚟問，我會教到大家點使用。OK 啦，如果大家中意就過嚟買下。落嚟咧同大家介紹2款耳機，大家呢部咧就係 Pro 3最新款嘅呢一款。
呢款係悅府新片，其實耳機係華強北係好多啲質素嘅，即係平又有啊嗰啲，有啲即係打電話又唔清晰啦，或者係啲續航時間又唔夠咧，呢款就係悅府嘅新片，呢個 Pro 3呢個係最新嘅型號，同埋有降噪，呢部咧係可以一拖二，同埋最緊要其實呢個悅府嘅新片唔需要點去推介啦。第一，音質靚，通話清晰大聲，同埋咧電池襟用。最緊要係質素好。如果有用開過悅府嘅話，呢隻 Pro 3嘅悅府新片都係啱啱出嘅，賣得非常之好。如果大家過嚟買嘅話，都會配埋成套咧，會有埋即係耳塞啊，咁樣會配到俾大家㗎，入邊可以即係替換嘅咁樣。呢款嘅話可以俾到大家個價錢係呢個價錢。如果咧即係有啲人咧即係話可能大粒耳膠咧，佢呢款嘅降噪功能非常之好。如果大家有時間過去嚟咧，可以過嚟試，非常之好。但係如果大家即係有啲人話大粒耳塞咧驚耳仔痛咧，我哋仲有呢款嘅嘛，呢款都係第7代嘅，佢係咁樣嘅兩粒，佢係冇耳膠，即係話有啲譬如話小朋友啊，或者有啲人即係個耳仔咧，佢唔適合戴嗰啲有個耳塞，咁可以選呢款啦。呢款一樣係悅府嘅。音質都係非常之靚嘅呢一部，呢款嘅話都係咁樣，可以一拖二，最緊要電池襟用，通話質素個電話個清晰度非常之好，然之後你聽歌又好啊，你打電話都非常之靚嘅呢個聲音。呢一款嘅話俾到大家嘅話都係呢個價錢一樣，140蚊，都係悅府新片嘅。大家中意就過嚟，如果大家唔中意，其實我哋呢度都有啲平嘅幾十蚊，但係我係建議即係話買個靚啲嘅，或者質素好啲、質上襟啲嘅呢隻，可以買呢兩款咯。呢隻一直都係我鋪頭買得好好嘅款式嚟㗎。如果大家有中意嘅話，或者啱啱要買一部耳機，就可以過嚟揾我，呢部可以過嚟試都得。